到处有香菇头的，下游那边。
已经有已经有那个修建了，105、106还是07年，发现是有新建的。那个长盛营区那个老榕树形成联运大道，109年开放变成公园，新公园，长盛营区变新公园，在新营建内路了。有好多老榕树变成那个过成联运大道，绿色隧道。七股黑面琵鹭，七股黑面琵鹭。公元2020年，台湾的出生率全世界倒数第2名了，仅赢那个韩国而已，韩国不到1个，台湾才1个，中华民国台湾才1个，平均每户出生这么少啊！人口老化会很严重，生的太少了，人口老化很严重。
鸡蛋的胆固醇。如果开大火煮3分钟，关火煮2分钟，这样5分钟的水煮蛋，胆固醇是好的。蛋黄没有变绿色，胆固醇是好的，不是胆固醇都不好。良质的胆固醇对心脏又好，劣质的才对心脏不好。不要高温油炸，要用好的油。胆固醇帮助肠胃吸收能力，缺少胆固醇的不行。水煮蛋1天1粒是吧？对心脏有好处，还防眼睛黄斑部病变。这警察局已经变台南市的县市合并，又变台南市的警察局。以前叫做什么兵役所，还是像新化那个郡役所，还是新营郡的郡役所，兵役的役，那种怎么变成警察局？你这个栋建筑很特殊。旁边第一银行以前叫什么商业银行？建筑也是很特殊。也有南科了呢，善化那边的南科有竹科，你看也有南科，在善化那边，台南科学园区耶。你看柳营也有工业区，新营也有工业区，进步啊！现在拍摄了，已经2020年中华民国109年，今年6月13号。礼拜6了，看水有同源，中和体育场那边南边已经有家乐福了大卖场，华国式的大卖场，家乐福。